股郑波涛表演。这支的十股队呢是由富民国小5、6年级生25位的同学呢，他们呢将接受到各大型的正式活动。 并且呢，在高雄龙之家小港警察局、华山基金会、凤林观音慈爱会哈来做一些很热衷于公益的展演。所以呢，今天凤鸣十股队呢，原班人马25位的国小5、6年级生，这样的团员呢，将带来精彩的。 2首舞曲《醒狮锣鼓》以及《天地人》，我们热烈掌声！一面抹白虾面光，软土深骨，小娘食有春，小抢食无份，行行袂着点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做家着唱，着唱，做人着变。啊无啊？来换迄个，请可以。这个不是有？拢会使。食紧拢看碗，食鱼食肉嘛着菜价，唔通看鸟无点，食紧拢看碗，家做无了，兼做无趁，空久落红落人，前路一线，日后好相看，双头无一搭。 食饭袂输夫拍好，做事亲像桃花过度，要食好心家己合，放风水鸡太无挂无肉，太无肉，艰苦头开外尾，石头种久嘛会饭后行100步，较好厝内开药铺。哎，赞哦！跋一倒，捡到一只金鸡母。好。完了。